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5章。撒母耳死，以色列众人自责，为着伊啼哭，甲伊埋葬伫伊的故乡拉玛。大卫落去巴兰的旷野，伫马坟有一个大好业人，伊的产业伫加密。伊有绵羊3000只，山羊1000只。迄阵，伊伫加密地剪羊毛。迄人属加利宗族，叫做拿巴。伊的某艾比该是贤惠阁水的妇人人。毋过，拿巴做人粗鲁阁凶恶。大卫伫旷野听到拿巴在剪羊毛。就派10个少年人，叫因去加密见拿巴，吩咐因用伊的名甲拿巴请安，讲：祝你长岁寿，愿恁全家平安，愿你事事顺利。大卫有听讲你伫遮在剪羊毛，你的顾羊的甲阮做伙伫加密的时，阮毋捌欺负因，因嘛毋捌失落什么。你通问你的工人，因会甲你讲。大卫请你好款待阮遮的少年人。今仔日拄拄是做日，请随便摕淡薄，互阮甲你的后辈大卫。大卫的少年人到位，就代表大卫将这话甲拿巴讲。因讲了，静静听候。拿巴应大卫的部下讲：大卫是啥人？亚瑟囝是啥人？最近不时有仆人背叛主人。我的饼、我的水，甲要剪羊毛的人食的肉，减通摕互毋知对倒位来的人。大卫的少年人活转身对原路倒去，将这话甲大卫报告。大卫对军队伊的人讲：恁遮的人拢着带刀，因就拢带刀，大卫嘛带。缀大卫去的约有400人，200个留伫固守补给品。拿巴的工人有一个来甲拿巴的某艾比该讲。大卫对旷野找使者来甲阮主人请安，主人颠倒大声甲因侮辱。毋过，遐人对阮真好，阮伫野外甲因往来的时，拢无受伤害，嘛毋捌失落什么。阮伫因遐饲羊的时，因暝日拢有甲阮保护。请你详细想。看着安怎做，因为灾祸一定会临到阮的主人甲伊的全家。阮主人性情凶恶，无人敢甲伊讲话。艾比该就赶紧将200个饼、2批地酒、5只烘好的羊、17公斤白色的麦仔、100粒葡萄干丸、200粒无花果打丸，互女仔载。然后，伊甲遐个工人讲：恁先行，我缀恁的后面去。毋过，伊无甲伊的丈夫拿巴讲。艾比该就骑驴落山，对山迄边滑过来的时，拄着大卫甲军队伊的人拄好对面得来。大卫拄仔得讲，这人伫旷野所为一切，我甲伊顾甲无失落半项，实在无采工，伊竟然用歹报好。明仔载天光以前，我若无将因兜所有查甫人拢杀死，愿上帝加倍责罚我。艾比该看到大卫，赶紧对驴仔落来，伫大卫的面前，趴伫涂骹拜伊。
艾比该拍伫伊个骹前讲：“我的主啊，拢是我毋对，求你准你的女婢讲互你听，请听女婢的话。我的主，莫插迄个性情凶恶的人，伊叫做拿巴，名副其实是戆人。毋过我，你的女婢无拄着我的主派来的少年人。我的主啊，既然上主阻止你无犯杀死人的罪，无你亲手替家己报仇，我去永远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抓，愿我的主会对得甲计谋要害你的人，拢甲拿巴共款。当你的女婢带来互我的主的礼物，请分互跟缀我的主的少年人。求你宽赦你女婢的罪过，上主一定会甲我的主建立稳固的王朝，因为我的主为着上主交战，佮你一生找袂出有甚物计实。虽然有人起来追入你，笑伤你的性命，毋过我的主的性命会得到上主你的上帝保护，亲像在保护极贵重的宝物。你对得的性命会互上主迄角，亲像用献色献出去。将来上主照伊对我的主的应允，成就一切好事，选立你做以色列的领袖的时，我的主就毋免为着无缘无故害人，还是替家己报仇，直到后悔自责。当上主赐福互我的主的时，求你会记得你的女婢。大比甲艾比该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今仔日找你来见我。你甲你的见识拢真通学乐，因为你今仔日阻止我无亲手报仇，互我无犯着杀死人的罪。上主有阻止我无伤害你，伫上主以色列永远的上帝面前，我敢讲，该在你有随时赶来见我，若无到明仔早起，所有上拿巴的查甫人一定连一个都袂活着。然后大比接受艾比该带来的礼物，就甲伊讲：你通平安倒去恁兜。我知你的意思，我答应你。艾比该转去拿巴遐，拿巴拄伫厝内伫办桌，亲像王摆设宴席。拿巴心情非常爽快，啉甲醉茫茫，所以迄暝艾比该无将所有发生的代志甲伊讲。过早起，拿巴就退。伊的某才将遮个代志甲伊讲，伊听了随时失去意识，规身躯袂振动。大约10日后，上主拍拿巴，伊就死去。大比听到拿巴已经死，就讲：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我对拿巴受的侮辱，伊有替我伸冤，搁阻止我无去做歹。大比的仆人去加密见艾比该，甲伊讲：大比找阮来见你，讲要带你做某。艾比该就起来，趴伫涂骹讲：我愿意做妻用，甲我的主的仆人洗骹。艾比该随时起来骑驴，带5个女婢对大比的使者做伙去。伊就做大比的某。大比已经有带亚述的人阿希暖，因2个人拢做伊的某。扫罗已经将伊的查某囝米甲，就是大比的某，互加林人拿益的囝拍铁做某。